我们所有各界的莲友们我们在座的常住法师你们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这一章我们平常都有在看到，这是释迦佛陀告诉弥勒菩萨的话，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有记载。佛告诉菩萨说：“岂有得闻彼佛名号？”如果说有人呢能够得到了。听到这一句名号，就是要救你哦，这是阿弥陀佛所发的愿哦。他把他成佛之后的这个功德全部都放在这个名号里头，要做什么？他没有条件要救度这些苦海的众生，因为我们众生修行没有力量。为什么没有力量？因为靠你自己本身要把所有的习气完全转变，你做不来呀。你做不到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心性是污染的，是肮脏的。肮脏的这种灵性来修任何法，你要达到一个最圆满的境界，很难很难。那你功德不圆满，你怎么能够成就去西方净土呢？很难啊，它是佛住的地方啊。佛住的地方一定要是绝对功德圆满，绝对清净光明。那么那个地方，我们有修到这样的程度，才能相应呢。但是我们众生做不来呀，你不是那个条件呢。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有力哦。原来我称念名号，佛无条件布施给我们众生，我靠他名号的力量来解脱，去成就。是佛用这样的方法来救度我们这些愚痴、颠颠倒倒、烦恼的苦海众生。所以他说，他这里面讲得这么清楚，比就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他的名号原来就是要救度你，你欢喜踊跃。为什么会欢喜？很雀跃，非常的满足。为什么你能够欢喜又有踊跃呢？就因为以后我有个保障了。我不会堕落了，我不会再去沉沦下去了。只要我一念佛，佛就永远不放弃我。哎呀，我听到这句名号，原来是我整个的希望，是我们不要堕落在黑暗地方有唯一的一条道路，一条选择。所以我就非常欢喜，非常踊跃，乃至一念。你就算是一念，你达到一念，我阿弥陀佛这么一句话，为什么？乃就是你可以这样。我们也可以一辈子都念佛，也可以3年、5年，或者是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善知识给你介绍，你无意之间听到这个法是这么殊胜、这么伟大、这么至高无上，你欢喜欢喜，我就念一句，佛都不嫌弃你，照样救度你。所以乃至就是可以，你可以做到一念也行了，你一念也可以了。如果你能够从现在一直到往生，你都这么持续不断的、很精进用功的念佛，那当然是最好的咯，表示你跟佛有很深的因缘。你看，欢喜踊跃乃至一念，当知此人呢，你应当要了解到，这个人呢，能念到一句阿弥陀佛，为得大利，他已经得到最大的利益了，最大的好处了。所以佛才告诉我们说，念一句佛号，他怎么样？他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妙好人，是一个上人，是一个殊胜的人。你看，这么有最好的名词来赞叹他。所以你要了解，念一句的人为得大利，他已经得到最殊胜的、最至高无上的利益啦。你知道，念一句就消80亿劫的生死大罪啊！各位。我们要做多少功德，能够消多少业障，这是本来有因才有果的。但是你要消灭最快速的方法，唯独就赶紧念一句佛号，你赶紧念佛。所以这个人只要念一句，就得到最大的利益了。这个大的利益是，各位，你看他怎么讲，则是具足无上功德。这一句名号，他已经具备了，完全圆满的。叫无上的功德，这至高无上，没有比这个更超越的，没有比这个更伟大的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代表阿弥陀佛的生命嘛，代表阿弥陀佛的修持功德力嘛。我们众生你怎么修行，
怎么可以拿来跟佛比呢？我们众生是一个罪恶的凡夫嘛，我们的修行都是有杂染的，不纯正的。只有阿弥陀佛修的这个功德才是饱满、齐全的，是干净的，是光明的。各位，所以它就至高无上的功德，有这句名号。所以你看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太重要了，给我们念佛的人带来一个无比的信心，无比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赶紧抓住因缘，在你一口气还在，我们要认真，而且要有信心坚定，要有精进的念佛，不可以懈怠。你一醒过来，眼睛一张开，念佛啊，就是你的生命啊，这是你未来要走向光明的一个保障啊，没有第二条道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你看多重要的一句话呀！这在《无量寿经》，你看所有的经典都不存在，但是跟世间最有因缘的，留下一部经，永永远远、长长久久，只有一部经，叫做《无量寿经》。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，把这个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非常重中之重的这个话，佛陀讲的话、开示的话，来提供给各位做参考。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建立信心，好好的多多念佛，未来你绝对有保障。我们要祝福大家，将此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回向给一切法界所有的众生，大家都能够安和乐利，都能够平安吉祥、顺心满愿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